亲爱的主啊，这个美好的星期天的早上，主，我来到你的圣所，我要将我全人交在你的面前。主啊，跟你亲近是何等的美好，跟你相处一日，胜过在世上千日。主啊，你就是那灵，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得自由。主啊，我呼求你的圣灵能够来到这里，亲自的触摸我们会堂上的每一个人。主啊，你的灵在这当中自由的运行。主啊，我们呼求你，哦，亲爱的主圣灵啊，亲爱的主圣灵，我们欢迎你，我们欢迎你来到这里，亲爱的主圣灵，亲爱的主圣灵，我诚挚的邀请你来到我们当中。主啊，求你保守现在正在路上还没有到我们会堂的这些会友们。主啊，你保护他们一切都平安，也求你赏赐从你而来那喜乐的灵，来浇灌我们会堂上每一位弟兄姐妹。主啊，浇灌我们，浇灌我们。主啊，我们要大大的张口，你就会大大的充满。主啊，你知道我们来到这里，来到你的圣所，我们可以凭着信心，我们能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。主啊，将我们所扛在身上的重担全都交在你手里。主耶稣，你这样子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都可以到你面前来，你就使我们得安息。主啊，在上周瑞平牧师他说的，主啊，我们要放心交给神，因为神你说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得力在乎平静安稳。主，我们抓着你的应许，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求你让我在你的怀中得安息。主，我要得到那真正的安息。主，帮助我将属世那些缠累在我身上的种种的一切，主你挪去吧。主，求你挪去这些东西，拦阻我亲近你的，求你挪去。主啊，我今天在这个地方，我要坦然无惧的将我自己全然交给你。主啊，你说以心灵诚实来敬拜你的，是蒙你喜悦的。主，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将自己献上为祭的这样子的祭，是你喜悦的。也愿我们口中向你的祷告，主啊，你都垂听。主啊，你的圣灵在这当中浇灌，你亲自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说话。主，我们需要你，主，我们需要你。我们流泪祈求到你的面前，哀伤的灵你都不轻看。主啊，我们心中有很多缠累我们的，主，我们心中有很多需要被你释放跟医治的。主啊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求你的圣灵在这当中浇灌跟运行。主，我们富强教会是神你所设立的殿，主啊，我们的教会是你的家。主，你就是我们的主，你是我们教会的头。主啊，你的圣灵在这当中运行，医治我们，释放我们，帮助我们。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求你亲自的对我们说话。哈利路亚！主，你真的是爱我们的主，谢谢你的圣灵在这当中浇灌我们，让我们全然的可以将自己摆在你的面前，蒙你的喜悦。主啊，你的话语是何等的美好！我要为在场的所有的会众，以及今天是松年主日，我们要献上祝福。
主啊，在箴言20章29节，你说：强壮乃少年人的荣耀，白发为老年人的尊荣。在诗篇92篇12到15节这样说：义人要发旺如棕树，生长如利巴嫩的香柏树。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，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。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，要满了枝浆而常发青。好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，他是我的磐石，在他毫无不义。哥林多后书4章16节这样说：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一天却心死一天。主啊，你的灵在这当中浇灌我们，你的话语是我们心思一天又一天的那个源头。主啊，我们要将我们自己全然摆在你的面前，因为你在哥林多后书1章20节这样说：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，在基督里都是 Amen， 都是 Amen。所以我们要借着耶稣基督，也都是实在的，叫神因我们得荣耀。我们是因着耶稣基督，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。我们宣告是因为神的信心来到神的圣所里面。我们凭着这样的信心，我们相信神的应许是可以帮助我们跨越种种困难。我们因为这样的信心，我们可以大声的宣告，勇敢的向前。我们生活中不论有多少的软弱跟忧虑，我们仍然相信我们的神掌权。 Amen 吗？ Amen。我们凭着这样的信心，无论我们处于顺境或者是逆境，我们都要敬拜赞美我们的神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得胜的君王。我们虽然看不到我们前方道路，但是我们的神已经为我们打一场胜仗了。哈利路亚，赞美我们的神，因为我们知道在神从没有难成的事。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大声的来宣告：是啊，主，我们要凭着这样的信心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站立起来，我们用这首歌来对神宣告。跨越困难。
受世间限制，他掌权在历史中，神迹何等伟大，他的作为多奇妙。宝座上君王，在众君王之上，权柄存到万代，你的名配得被称颂，带着一切尊荣，从永远到永远，你的国不能被摇动。耶稣基督，我的神烈火中，我的跟随唯有你。我的王有能力实行拯救，不受世界限制，他掌权在历史中，神奇何等伟大，他的作为多奇妙。宝座上君王，在众君王之上，权柄存到万代，你的永远你的国，宝座上君王，在众君王之上，权柄存到万代，你的名配得被称颂，带着一切尊荣，从永远到永远你的国，宝座上君王，在众君王之上，权柄存到万代，你的名配得被称颂，带着一切尊荣。永远到永远，你的国不能被摇动，不能被摇动，不能被摇动，不能被摇动。君王在众君王之上，权柄存到万代，你的名配得被称颂，带着一切尊荣，从永远到永远，你的国宝座上君王，在众君王之上，权柄存到万代，你的名配得被称颂，带着一切尊荣，从永远到永远，你的国宝座上君王，在众君王之上，权柄存到万代，你的名配得被称颂，带着一切尊荣，从永远到永远，你的国不能被摇动，不能被摇动。不
主耶稣。再一次对耶稣说：荣耀，荣耀，荣耀，荣耀主耶稣。是的，主，你是大君王，你就在这里。就在这里，我们焕然献祭，拥戴你为王，荣耀都归于你。君王就在这里，大能彰显这里。和撒那归于至高神主耶稣。主啊，我们要来对你呼求，更多更多，来高举你的名，要高举你的名。更多更多，主，这是我们的来祷呼告。喊你的名，高举你，更多更多，来高举你是主，直到那日我再见你的面。更多更多，来高举你的名，更多更多，来呼喊你的名，更多更多，来承认你是主，直到那日我再见你的面。君王就在这里，我们焕然献祭，拥戴你为王，荣耀都归于你。君王就在这里，大能彰显这里。和撒那归于至高神主耶稣。君王就在这里，我们焕然献祭，拥戴你为王，荣耀都归于你。君王就在这里，大能彰显这里。和撒那归于至高神主耶稣。神坐在宝座上，身边充满荣耀，万民敬拜全能的神。我们尊崇你，圣洁荣耀，尊贵能力都归于你。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，身边充满荣耀，万民敬拜全能的神。我们尊崇你，圣洁荣耀，尊贵能力都归于你。我们要宣告，我们依靠耶和华，因你慈爱不动摇，你的能力显为至高。这是我们的宣告。我们依靠耶和华，唱诗歌颂你大能，你坐着为王，直到永远。再一次对神宣告，我们依靠耶和华，因你慈爱不动摇，你的能力显为至高。我们依靠耶和华，唱诗歌颂你大能，你坐着为王，直到永远。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，身边充满荣耀，万民敬拜全能的神。我们尊崇你，
们的神，我们的诗歌，我们来唱，这就是我们的祷告。主啊，愿我们在这里敬拜的馨香的祭能够蒙你的悦纳。主啊，我们爱你，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，你是我们的神，你永远坐在宝座上为王。是的，主，我们要再一次来唱，我们要来唱，我们要来敬拜你。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，圣殿充满荣耀，万民敬拜全能的神，我们尊崇你，圣洁荣耀，尊贵能力都归于你。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，圣殿充满荣耀，万民敬拜全能的神，我们尊崇你，圣洁荣耀，尊贵能力都归于你。圣洁荣耀，尊贵能力都归于你。把荣耀都归给神，拍手感谢主。亲爱父神，谢谢你让我们在这里，因为你的宝座在这里，你的恩典也在这里。你要圣洁这地，洁净这地，让我们的敬拜真正在你面前得蒙悦纳。主啊，因为我们的心也被高举，我们的心敞开，圣灵的恩典进入到每一个渴慕仰望主的人心中。愿今天的敬拜荣耀归给你，每一位你的百姓都得着造就，得着祝福，得着恩典，也得着力量。我们要学习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文，来一起祷告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